卡米尔的笔记。那个卡米尔，这不是快期中考试了吗？你在我们班一直是稳稳的第1名啊！子堂老师，甚至是包括高年级的太子老师，都一直夸你。太子老师还说，你上课做笔记特别认真，特别帅，是我们初中部所有学生的楷模。有话直说。是这样的，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是我想你一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式。其实是老姐让我来。没事，我先走了。等！我想问你一件上课笔记，物理、数学、英语、化学还有历史。笔记都在抽屉里，你自己拿。我走了。啊！原来卡米尔这么好说话的吗？他真是个好人，我们考试有救了。你居然真的搞到了冷冰冰的面瘫矮子的笔记，看他平时都摆张臭脸，没想到还挺有同窗情谊的嘛。老姐啊，下次你再有事，别总让我一个人去嘛。你这个衰仔，老姐这是锻炼你和人交际的能力，能拿下那个凶巴巴的面瘫矮子，咱们在初中部就可以横着走了。巴罗斯，我又想吃鸡腿青菜汤了，怎么办？自己买呀。没钱。老姐，小点声，小点声。怕什么？来，艾米，咱们分一下笔记。这个物理你比较需要，数学我反正也看不懂，别给你了。化学就给我。这个是什么？封面上怎么没有写学科？这个上面好像有一串小字。艾米，你来看看。关于海盗团存在必要性与大哥顺利毕业道路上的绊脚石之间关联性论证与抹杀可行性研究报告。衰仔，这个不是课程笔记吧？我不知道啊，这都是放在卡米尔书桌里的，而且这本笔记比其他几本加起来还都要厚。要不我们打开看看？还回去？听你老姐的。随便看这个不太好吧？你就不好奇那个面瘫矮子写了什么吗？虽然是有一点好奇。4月10日，今天是大哥的生日。课后的烤肉聚餐上，帕洛斯送给大哥的游戏光盘居然是盗版，而佩利对大哥提出了不想吃烤肉的想法。海盗团，这个由大哥一手创立的团队，我又一次对它的存在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大哥每天骑着菱角号，载着4人上下学，平时还要费心聚餐做团建，打游戏时也不忘了带上我们。他为这个团队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他说的真的是那个雷师？哎呀，别吵，我再翻几页看看。今天算上校门口、课间，还有聚餐时见帕罗斯的时间，经过谨慎的观察后，我发觉他似乎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他一直频繁地盯着手机屏幕，而且高速打字。他说是在玩凹凸世界手游，给出的账号却是个10级小号，不像是如此高频率游玩的玩家账号。帕罗斯，他对海盗团果然有疑心，但我必须掌握确实的证据，让大哥信服。这是他们团队内部的事吧？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话说回来，卡米尔平时在课上写的都是这种东西。都说了别吵啦，
老姐还没有看完呢。老姐，你这是燃起八卦之魂了。如何不动声色地杀掉帕洛斯和佩利？啊，佩利又干了什么啊？怎么突然这么严重了？据我长时间的观察，除了帕洛斯、佩利，艾米修和雷哲也是阻碍大哥毕业之路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和大哥直说的话，以大哥的气度，多半会选择不与他们计较。但为了大哥的光明未来，我必须亲手替大哥做出选择。暗杀名单还需扩充，在本学期内力求完美完成任务。暗杀名单，卡米尔他要做什么？虽然这样的做法有些冒险，大哥，对不起，请原谅我任性一回。刷仔，最后一页好像是他的暗杀名单。老姐，我们看了这种东西，真的没事吗？老姐，你不要腿软啊！老姐，你别吓我！哎，老姐，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你怎么晕倒了？哎！我来找你们班的体育委员商量学员季。哎，说是怎么了？老姐，老姐！